南投埔里暨南大学甲南投客运来合作，每礼拜加开10个班次的台湾好行。未来坐台湾好行往回到台中高铁甲暨南大学免钱，5月20开始来上路。安尼一来，学生通勤甲回乡都更加利便咯。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学生啊，若坐公共运输，常在拄到真济要到日月潭的游客，总客袂起哩车艇，所以特别请南投客运来增加帮车的方式，来服务更多大学生，能够让学生凭着学生证，不管是从高铁台中站，或者是从暨大的这个学生会馆站，都可以免费搭乘。学校为了减轻更多高原市学生的交通负担，学生若是比学生证，就当免费坐台湾好行的班车来回台中高铁站。相信除了游客之外，会有更多乡亲能够来搭乘这一条路线到国立暨南大学。官府讲，将学校接上和观光本所结合做伙是全国头一例，相关交通建设卖继续推进，和管带公共运输系统更加进步完善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